成日都聽人講話香港物價好貴，馬來西亞就好平。啱啱我哋4月份返咗香港，我特登做咗一個實測，用同一套師奶格價嘅邏輯，求證一下兩地嘅超市物價究竟可以爭幾遠。睇完呢條片，你可能會對貴同埋平有全新嘅睇法。Let's go！Hello， 歡迎返嚟 MY 移居日誌。呢條片我揀咗喺兩地超市都能夠買得到嘅10幾款貨品。喺做比較嘅時候，我會盡量揀同一個牌子啦，同一個容量，或者將佢轉換成同一個單位，例如每公斤或者每公升去計算嘅。為咗方便進行比較，我會用4月嘅匯率，大約係1馬幣對2蚊港紙。仲有，我係一個會揀高性價比嘅師奶，我唔係立亂買貴嘢㗎，所以入邊嘅嘢呢，可能比較個人喜好啲啦。長知識系列喺香港同埋大馬，我哋都會揾到唔同檔次嘅超市。想揾高端一啲嘅，或者多一啲外國嘅牌子，喺香港你可以揾 City Super、Marketplace、Taste， 而喺馬來西亞你就可以揾 Village Grocer 或者係 Mercato。至於想要經濟實惠啲嘅，喺香港你會揾到佳寶、家興等等；而喺馬來西亞你可以揾 Lotus 或者99 Speed Mart。而我自己買餸又未必真係去呢啲超市嘅，個人呢比較傾向去街市或者士多，因為感覺啲材料新鮮啲，而且更加有人情味。言歸正傳，我用咗以下呢10幾樣嘅貨品，比較完之後分咗3類，平過香港、差唔多價錢同埋貴過香港。你會發現原來馬來西亞唔係樣樣都平㗎。首先早餐我哋一定會食嘅白麵包，喺香港我由細到大食開呢一隻嘉頓嘅綠色蜜糖味嘅方包，原來而家已經係17蚊啦。我記得我以前食嘅時候係12、3蚊嘅咋。喺馬來西亞差唔多包裝嘅白麵包只係3蚊馬幣咋。大家中唔中意飲肥仔水啊？喺香港嘅時候呢，我哋好少飲噶，不過嚟到呢邊真係發覺太平啦，差唔多平香港一半，所以我哋喺呢邊呢都飲多咗。大家有冇飲即溶咖啡嘅習慣呢？我哋發現呢一隻舊街場嘅咖啡喺馬來西亞買，原來係平香港3成咁多啊！講到牛油，check 價嘅時候真係嚇我一跳啊！原來而家喺香港買一個200 gram 嘅牛油已經咁貴噶啦，就算係比較價錢相宜嘅牛奶公司都要36蚊。呢樣喺馬來西亞買就真係平好多啦，差唔多檔次嘅牛油只係8溝半咋。一支500 ml 嘅水喺香港超市最平係4蚊，大家估下喺馬來西亞係幾多錢？係個6啊，足足平咗60%。鮮奶有咩價位呢？喺香港嘅係20個半，而喺馬來西亞只係需要16蚊，平咗20%。喺香港一罐豆豉鯪魚係幾貴㗎，要22個半，但係喺馬來西亞佢只係需要14個4，打咗個65折。師奶煮餸點能夠冇雞啊？喺香港半隻雞係35蚊，馬來西亞只係馬幣8個4到12個半，2個字，抵玩。唔講你唔知，原來有啲貨品係兩地差唔多價位㗎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煮食用粟米油，香港買5公升粟米油係138個9，而喺馬來西亞3.3 lit 嘅粟米油係需要港幣97蚊，圍返每1 lit，馬來西亞嘅油都唔平喎，甚至貴過香港5% 左右。不過又咁講，喺馬來西亞好似比較少見係粟米油，反而係多其他用花類提煉嘅食油。有冇觀眾知道原因啊？留言話我知啊！另外，我都係嚟咗呢邊先知道，原來白米香港同埋馬來西亞價錢唔係爭好多嘅啫。喺香港5公斤御品皇嘅白米係52蚊，金象牌食靚少少啦就70個9，而馬來西亞呢邊唔係爭好遠咋，係34蚊去到60蚊港紙不等，視乎你買咩牌子啦。另外，出前一丁同埋營多撈麵兩邊嘅價錢竟然差唔多一樣啦。香港仲要多好多唔同嘅口味，我最中意食辣豬骨濃湯，你哋呢？洗衣粉嚟講，喺馬來西亞買係平少少嘅，不過而家逐漸興嘅洗衣珠喺馬來西亞買就好貴啦。另外值得一提，香港買雞蛋竟然有機會平過馬來西亞，視乎你買咩種類嘅雞蛋啦。最驚訝嘅係馬來西亞竟然有嘢係貴過香港嘅，
大家估唔估到係咩？而且佢哋仲有共通點㗎，陣間開估。第一個係 Oreo， 大碼嘅 Oreo 細包啲，但係貴啲㗎。第二係薯片，你邊諗到喺馬來西亞買薯片竟然貴過香港3成啊？第三係廁紙，冇諗過一卷廁紙嘅平均價喺馬來西亞竟然要貴接近1倍。馬來西亞嘅豬肉比較貴，因為唔係度度地方都買得到，不過我覺得價格仍然可以接受。而最令我哋驚訝嘅係呢度買Dove洗頭水同一個價錢，喺馬來西亞只能夠買到一半容量咋。而牙膏都有同一個情況，喺馬來西亞買嘅牙膏竟然要比香港貴一半啊！我哋相信好大嘅原因係因為呢啲都係進口嘅品牌啦，政府需要徵稅啦，所以嗰個費用直接就轉介咗喺消費者身上啦。所以如果大家想喺呢一邊買到平嘢，建議大家盡量揀返本土嘅品牌。總括而言，你以為香港嘅物價係超貴？其實唔係。你以為馬來西亞嘅嘢好平，亦都唔係真係咁平。整體嚟講，馬來西亞超市嘅物價大約係香港嘅7至8成，有啲入口貨馬來西亞仲貴過香港啦。呢一個發現亦都好吻合我哋平時出街食飯嘅情況。我哋發現喺馬來西亞商場嘅餐廳食飯，個消費嘅金額大約係香港餐廳嘅7至8成。所以你會發現，真正令大馬生活舒服嘅，唔係超市嗰3-2蚊嘅差距，而係住。而香港真正貴嘅係咩？亦都係居住成本。根據 Demographia 嘅研究，香港已經係連續15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嘅城市。普通嘅家庭，就算佢唔飲唔食，都要14.4年先買到樓啊！而 Urban Land Institute 嘅數據亦都顯示，香港嘅租金平均佔咗人工超過7成。換句話講，無論你係買定係租，香港最貴嘅支出一直都係居住成本。相反，馬來西亞嘅居住成本係超平，同樣嘅預算，你可以住到質素高好多嘅單位，空間大，環境好，性價比極高。呢一個亦都正正解釋咗點解近年越嚟越多人選擇過嚟馬來西亞移居、退休或者係申請 MM2H。所以我而家嘅心態好簡單，返香港嘅時候，我會盡情見多啲朋友 gathering， 食多啲好東西，尤其是係我最中意嘅海鮮。而留喺大馬，我亦都非常享受呢一邊嘅生活環境。如果你都想了解多啲有關移居、MM2H、大馬生活嘅嘢，歡迎你 PM 我。喜歡呢條片嘅朋友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諗緊移居嘅朋友啊！subscribe 埋我 channel， 撳埋鐘仔，有新片就會即刻通知你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